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越講越有故仔。試幻想下一個咁嘅場景，如果今日突然之間將你空投到一個完全與世隔絕嘅亞馬遜原始部落，佢哋講嘅語言你一句都聽唔明，你身上冇手機、冇網絡、冇任何翻譯軟件，甚至連大家嘅肢體語言都可能唔同。你點頭代表係佢哋，點頭可能代表想殺你。喺呢種叫天不應、叫地不聞、隨時連命都冇嘅絕境之下，為咗生存，你會點樣同佢哋建立第一次嘅溝通？你可能覺得呢個係一個地獄級難度嘅挑戰，但係你知唔知喺幾千年前，當人類文明啱啱開始碰撞嘅時候，我哋嘅老祖宗每一日都面臨住一模一樣嘅生死考驗。今日呢條視頻，我哋就嚟深度解密一個極度硬核，但係歷史書極少、詳細講嘅話題。喺完全冇字典、冇前人經驗嘅古代，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翻譯到底係點樣誕生嘅？中國古代嗰班猛人又係點樣喺零基礎嘅情況下，硬生生學識外語，甚至掌握幾國語言，最終打通絲綢之路，甚至左右天下大局？呢條視頻資訊量極大，保證顛覆你對古人嘅認知，強烈建議大家先點讚收藏。我哋馬上開始。首先，我哋要將時間線拉返去極度遙遠嘅古代，去破解第一個謎團：人類到底係點樣打破零溝通呢個死局？其實世界上第一批做翻譯嘅人，絕對唔係坐喺冷氣房度翻字典嘅書生，佢哋係用條命去試錯嘅生存大師。你想下，當兩個完全唔同語言嘅部落第一次相遇，雙方手上都揸住長矛，眼神充滿戒備。呢個時候，第一個企出嚟嘅人必須放低武器，用最原始嘅方法——嬰兒學語法去試探。咩叫嬰兒學語法？就係全靠指手畫腳同埋死記硬背。比如話，指住地下嘅水，發出一個音，指住自己個口，做出吞咽嘅動作。如果對方聽得明，俾咗碗水嚟，恭喜你，你成功解鎖咗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人工翻譯詞彙。但係，如果對方誤會咗你嘅意思，以為你想搶佢哋嘅水源，咁你可能下一秒就身首異處。所以，古代第一個翻譯嘅誕生係建立喺無數次生死邊緣嘅試探，無數個日日夜夜同異族人同食同住，靠住非凡嘅記憶力同生存本能，硬生生將對方嘅發音同現實物品對應起嚟。佢哋唔單止係翻譯，更加係最早期嘅人類學家同探險家。喺中國歷史文獻入面，關於翻譯官最早嘅官方記載可以追溯到周朝。根據《禮記王制》入面嘅記載，當時嘅中原人發現東南西北四面八方嘅少數民族，大家講嘅嘢完全唔同，生活習慣亦都唔一樣。古書係咁寫嘅：五方之民，言語不通，嗜欲不同。為咗同呢啲周邊部落溝通，周朝政府設立咗4種專職嘅翻譯官員，東方嘅叫記，南方嘅叫象，西方嘅叫氐傳，而北方嘅就叫譯。冇錯，我哋今日講嘅翻譯呢個詞，其實最早係專指負責北方少數民族語言嘅官員。後來因為北方嘅外族同中原政權打交道最頻繁，戰略地位最重要，譯呢個字就慢慢變成咗所有語言轉換工作嘅統稱。嗰個時候嘅翻譯官同我哋現代嘅同聲傳譯完全唔同，佢哋與其話係翻譯，不如話係通曉多種方言嘅超級信使兼外交官。佢哋要跋山涉水，將周天子嘅旨意用當地人聽得明嘅語言傳達過去。甚至如果遇到萬國來朝嘅盛況，佢哋仲要負責教導外邦使節中原嘅禮儀。你諗下，要喺嗰個年代做到呢個位，不僅要有極高嘅語言天賦，仲要有超強嘅情商同政治敏感度。講到古代最傳奇嘅翻譯官，就不得不提漢武帝時期，跟住將代出使西域嘅嗰位超級保鏢兼首席翻譯唐一父。公元前139年，象韅帶住100幾十人嘅使團，浩浩蕩蕩向西出發，準備去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。但係西域咁大，語言成百上千種，場場一個漢朝人點樣同沿途嘅國家溝通？呢個時候，唐一父嘅作用就發揮到淋漓盡致。唐一父其實本來係一個匈奴人，後來成為咗漢朝貴族唐一侯陳武屋企嘅奴僕，喺漢朝生活咗20幾年。佢既精通匈奴語，又極度熟悉西域各國嘅風土人情同方言，同時仲講得一口流利嘅漢語。中軍帶住佢，就好似帶住一部活生生嘅西域全語音翻譯機。
但係唐一富嘅工作遠遠唔止翻譯咁簡單。蔣黨出使冇耐就被匈奴主力部隊捉住，呢一扣押就扣留咗足足10幾年。喺呢10幾年嘅軟禁生活入面，唐一富一直對張氏不離不棄。佢利用自己匈奴人嘅身份同語言優勢，幫張氏打點上下，收集情報。後來佢哋終於撩到機會逃走，向西逃亡。喺茫茫大漠同戈壁灘入面，冇水冇糧，危機四伏。唐一富憑住佢高超嘅騎射武功，一路上射殺飛鳥走獸，為張腳提供救命嘅糧食。可以咁講，如果冇唐一富呢個懂外語、懂生存、懂武功嘅全能型翻譯，張韁根本冇可能活着去到大月氏，更加冇可能活着返到長安。震驚世界嘅絲綢之路，可能就要推遲幾百年先會出現。唐一富用佢嘅一生證明咗喺古代，一個頂級嘅翻譯官係可以改變國家命運，甚至改變世界歷史進程嘅關鍵人物。隨住歷史車輪滾滾向前，中國古代嘅翻譯事業迎來咗一次史無前例嘅大爆發。而推動呢次大爆發嘅，竟然係宗教信仰佛教嘅傳入。由漢朝末年到唐朝，無數西域僧人同中原高僧為咗傳播佛法，展開咗一場長達幾百年嘅跨語言文化交流。呢個時期，翻譯嘅性質發生咗根本性嘅轉變。以前嘅翻譯主要係口頭傳達意思，大意啱就得，但係翻譯佛經要求極度精準，錯一個字，可能成套哲學體系就崩潰。於是，中國歷史上誕生咗4大翻譯家：鳩摩羅什、真諦、唐玄奘同埋不空。大家最熟悉嘅唐玄奘，即係《西遊記》入面唐僧嘅原型。你以為佢淨係一個騎住白馬去西天取經嘅老好人？錯啦！歷史上嘅玄奘法師係一個智商極高、語言天賦爆表嘅超級學霸。佢喺印度遊學嗰10幾年，唔單止精通梵文，仲深入研究咗當時印度各種複雜嘅方言同宗教哲學。佢嘅梵文水平高到咩程度？高到佢可以喺印度本土用梵文同全印度最頂尖嘅學者進行公開辯論，而且連贏無數場，令到當地人心服口服，甚至尊稱佢為大乘天同解脫天。當玄奘返到大唐之後，唐太宗李世民極度重視，下令傾全國之力，為玄奘設立咗規模宏大嘅譯場。呢個譯場簡直就係古代嘅國家級翻譯中心，裡面分工極度精細，有負責讀梵文原音嘅譯語，有負責筆錄嘅筆受，有負責潤色文法嘅修飾，仲有負責最後把關嘅正義。玄奘親自坐鎮，帶領一班精通漢梵雙語嘅高僧，將海量嘅佛經精準地翻譯成優美嘅文言文。我哋今日口語入面成日用嘅好多詞彙，比如世界、現在、未來、剎那、因果，其實全部都係當年呢班佛經翻譯家創造出嚟嘅。佢哋不僅翻譯咗語言，更加係豐富咗成個中華民族嘅思維同詞彙庫。時間再推移到明朝，中國嘅目光由陸地轉向咗茫茫大海。鄭和下西洋，呢個係中國古代航海史上最輝煌嘅篇章。一支擁有200幾艘巨艦、2萬幾人嘅龐大艦隊，橫跨大洋，去到東南亞、印度洋，最遠甚至去到非洲東海岸，要同幾十個完全唔同嘅國家做生意、搞外交，語言障礙點解決？鄭和嘅秘訣就係帶住一班極度專業嘅隨行翻譯，其中最出名嘅一位叫做馬寬。馬寬係一個穆斯林，從小就精通阿拉伯語同波斯語。你要知道喺當時嘅印度洋同中東地區，阿拉伯語同波斯語就等於今日嘅英語，係國際通用嘅商業語言。馬寬跟住鄭和嘅艦隊3次下西洋，佢每到一個國家就發揮佢嘅語言優勢，同當地嘅國王、商人、平民交流，負責採購香料、奇珍異寶，宣讀大明皇帝嘅詔書。更犀利嘅係，馬寬唔單止係一個稱職嘅翻譯，佢仲係一個極度細心嘅觀察家。佢將沿途幾十個國家嘅地理、氣候、風土、人情、宗教信仰、物產、貿易，甚至係當地人嘅衣着打扮同市井生活，全部詳細記錄落嚟，最終寫成咗一本曠世奇書《瀛崖聖覽》。呢本書到今日都係全世界研究15世紀亞非歷史同鄭和下西洋最權威、最核心嘅第一手史料。如果冇馬寬呢啲精通外語嘅翻譯官，鄭和嘅船隊可能連買水買糧都有困難，更遑論建立咁龐大嘅朝貢貿易體系。
佢哋着住明朝嘅官服，講住流利嘅波斯語，喺冇飛機、火車嘅年代，用雙腳同語言丈量咗半個地球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：嗰啲被選中做翻譯嘅古人，佢哋到底係點樣有系統地去學外語嘅？難道淨係靠自己喺條街度拉住個外國人死背？當然唔係，其實中國古代政府為咗培養翻譯人才，係有一套非常嚴密嘅國家級教育系統。喺明朝永樂年間，為咗應付越來越多嘅周邊國家、朝貢同外交事務，朝廷專門設立咗一個叫四夷館嘅官方機構。呢個四夷館可以話係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國立外語學院，裏面分咗好多個唔同嘅語種科，比如客達館、旅籍館、西番館、伯夷館等等。學生喺裏面每日都要進行高強度嘅外語訓練，佢哋學外語嘅方法講出嚟可能會令你覺得好親切無錯，就係注音法。因為古代冇國際音標，所以四夷館嘅老師就編纂咗大量嘅雙語詞彙對照表，叫做華夷譯語。佢哋會用漢字去標注外語嘅發音。比如，如果用漢字去標注英文，就類似於我哋細個讀書嗰陣將 Good Morning 寫成古德貓寧一樣。雖然呢種方法學出嚟嘅口音可能會有啲奇怪，但係喺當時呢個係最快速、最有效掌握一門全新語言嘅硬核手段。佢哋就係靠住呢啲密密麻麻、標滿漢字注音嘅小冊子，硬生生背熟咗幾千上萬個外文單詞，成為大明王朝同世界溝通嘅橋樑。去到大清帝國時期，對翻譯人才嘅需求更加係去到咗頂峰。清朝本身就係滿族建立嘅政權，所以喺官方文件中，滿語同漢語必須並用。加上蒙古、西藏、新疆等廣大地區嘅統治需要，一個合格嘅清朝高級官員如果唔識幾種語言，簡直係寸步難行。為咗培養頂級嘅複合型人才，雍正皇帝喺皇宮裏面設立咗一間極度高級嘅貴族學校——咸安宮官學。呢間學校收生極度嚴格，淨係招收八旗子弟入面最聰明伶俐嘅後生仔。佢哋入去之後，唔單止要讀四書五經，仲要強制學習滿語、蒙古語同藏語。喺咸安宮官學嘅畢業生入面，出咗一位中國歷史上最出名，同時亦都係最受爭議嘅語言天才，就係大家喺電視機成日見到嗰位大貪官和珅。你以為和珅淨係識得靠拍馬屁同埋貪污上位？大錯特錯！歷史上真實嘅和珅係一個不折不扣嘅學霸神童。佢10歲左右就被選入咸安宮官學，佢記憶力驚人，學習能力極強。幾年時間，佢就精通咗漢語、滿語、蒙古語同藏語4門語言。喺成個乾隆朝嘅滿朝文武入面，能夠同時精通呢4種語言嘅，唯獨佢和珅一個人。和珅嘅語言天賦為大清帝國解決咗無數外交同內政上嘅難題。有一次，西藏六世班禪寫咗一封極度重要嘅藏文奏摺，呈俾乾隆皇帝。當時朝廷裏面其他嘅翻譯官翻得詞不達意，乾隆皇帝睇到一頭霧水，非常發脾氣。呢個時候，和珅挺身而出，接過奏摺，掃咗幾眼，就用極度優雅、準確嘅滿語同漢語，將班禪嘅意思完美咁翻譯出嚟，仲順手幫皇帝草擬埋一份極具外交辭令嘅回信。乾隆一聽，龍顏大悅，從此對和珅刮目相看。喺1793年，英國派出咗著名嘅馬格爾尼使團訪華，呢個係中西外交史上一次極度重要嘅碰撞。面對呢班金髮碧眼、講住完全聽唔明嘅英文嘅英國人，清廷上下極度緊張，而全權負責接待、談判同斡旋嘅，正正就係和珅。雖然和珅唔識英文，但係佢憑住多年處理多語種外交嘅經驗，敏銳咁察覺到英國人翻譯語言中嘅細微差別，喺禮儀爭端同貿易談判入面展現出極高嘅外交手腕。佢能夠喺極大嘅文化差異面前保持大國宰相嘅氣度，妥善處理各種突發事件。可以話，和珅之所以能夠平步青雲，成為權傾朝野嘅二皇帝，佢嗰種無可替代嘅多語言能力同跨文化溝通技巧，絕對係最核心嘅敲門磚。所以回顧中國幾千年嘅歷史，我哋可以清晰咁睇到，古代嘅翻譯官絕對唔係一份輕鬆嘅差事，佢哋係探險家、係學者、係外交家，甚至係特工。
喺那個交通極度不便、信息極度封閉嘅年代，係佢哋用血肉之軀跨越千山萬水，用極大嘅毅力同智慧去拆解一種又一種完全陌生嘅語言密碼。佢哋用嬰兒學語法去摸索，用漢字注音去死記，用一場又一場嘅辯論去驗證。佢哋將西域嘅葡萄同石榴帶入中原，將中原嘅絲綢同瓷器推向世界。佢哋將深奧嘅佛法翻譯成我哋今日嘅日常用語，將中華帝國嘅威嚴傳達到萬里之外嘅異國他鄉。今日嘅我哋手上揸住最新款嘅智能手機，只要對住個麥講一句說話， AI 就可以喺1秒鐘之內幫我哋翻譯成全世界任何一種語言。科技嘅進步令到語言障礙幾乎不復存在。但係當我哋享受緊呢種便利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忘記喺幾千年前有咁一班勇敢嘅中國老祖宗，佢哋喺完全冇退路嘅荒野度，喺波濤洶湧嘅大海上，喺戒備森嚴嘅異國宮廷裏面，用佢哋嘅智慧、勇氣同汗水，為人類文明嘅交流搭起咗第一座溝通嘅橋梁。佢哋嘅故事值得我哋每一個現代人去銘記同致敬。好啦，今日嘅視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聽完中國古代呢班超強翻譯官嘅故事，你最佩服邊一位呢？係用生命護主嘅唐一父、學霸法師唐玄奘、航海翻譯馬寬，定係精通4國語言嘅和珅呢？歡迎喺下面嘅評論區留言，同我分享下你嘅睇法。如果你覺得呢條視頻對你有啟發，或者學到咗一啲意想不到嘅冷知識，記得幫我點個大大的讚，分享俾你嘅朋友。仲有，千祈唔好忘記訂閱我嘅頻道，打開旁邊嘅小鈴鐺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下一次更加精彩嘅歷史同文化深度解密啦。我哋下一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